那么今朝这位头家呢，假设是蛮清爽，我许仙，那么把娘娘写亲亲。那么里头两个是野瓜，虽然我没收人的，不过闲话说出来，实际上标志的野瓜是我知我是许仙是还要上当的了。许仙。金山浪向踏下来，53洞不大海，一摇到杭州。过些天蒙蒙亮，一看么辣浪西湖边浪向，该搭是孤山，一路过去就是头家子。哎，想想3个里向离开此地杭州，3个左右上噩梦不拉的，来想到苏州里下来到镇江，夫妻几何恩爱。家是要福中有云，下一个大胖儿子，一个人搞弄到这样个腔调，看看西湖经济牛市这个，家是要替小青2条明白发白的，个法海难为的放松力度，家是一个人，唉，就说无意当中对头条面浪向一口呢。哈！一下呀，家是要替小青玩，一拿老头家米浪家，只看见个家是要作孽，身浪向狼狈不堪，头发蓬松，手那个脚来骨浪，肚皮蛮大，个小青青是不得了，2-3岁车子个爷，怒容满面，都是弯啦，那浪模样。许仙呀，许仙，你这个负心还不仁啦！我小青绝不牵手与你。听这个许仙浑身发抖不拉的，小青杀气一抹，自家晓得。该唱个好啊，唱得实在多。上法海个当。母子家是要私藏金山，还家是要苦头吃足。那让法海个家书里向我才听见，不那个石头反哺凌辱，日出上，日出多，所以了，小青青这样恨我，还要上去，趁心浪是有点好了。不过这样千机家是今朝办子头，该趟再不上去见是。不见面才，自家是不好，随手不离都磨脱2声，刮脱2句，也是应该。我是不好嘛，硬头皮上去，对着面浪向一看嘛，只看见小青青了，而且面孔上灰面，以背头上来稍微呆动点，一步轻浓浓衣裳来嘛，娘子，本身。来了，小青俺才知点家大的母子不捏这样。但如之间听见背地上门上娘子啊，哎呀，许仙哇，身体哈啦塞出来一口嘛，不是不仅实对许仙，这你的中档子改个也是他那基不上面这样，上来竟是实对为的那个，后凑上来嘛，立法客气。哎，许仙，你这个破身！哎呦！一记刀头你光呀，好得你马扎西叫头来，石头一弹，飞弹一击，可你冲上来还靠第2击么好上去，要紧对打高士门的二婆双手为下，哎呀娘子救命，娘子救命啊娘子！娘娘听见声音回过头去一看嘛，哎呀小姑娘哇！看见小青爷再打许仙们，眼睛重重一拉，哎，青儿快许是娘子救命！回过身来，对准小姑娘妈妈，难道现在辰光晓得要我来救你名字？你可见些我们这里儿人的性命？细细儿都送在你的手中。娘子，被人不好。
难不哈？难得现在辰光男子清爽着难不哈？介绍个娘娘分看见三姑娘的辰光没天机，现在看见搿点火哈实在难不如此。哎，姑婶，你本人不好。一个闲话，你一啥侪不听，你得去讲人个有文能个哈呢？我不能把两银子个辰光拿哈对你说，千叮万嘱告谢姑娘啊，你不能对母子我告谢私上金山，你等我发罪个呀！你是私上金山，也终身余福个呀！那么闲话讲得来实干么？那临时误解也会得上金山个呢？哎，不是。你不该母恋为妻，今世上，你不该对事发给是空门，你狠心上撇下夫妻情分在不义，你总也看了我肚皮里向个小奴面浪向吧？你却应该养你为妻，父内也为孕，虚实相依一门生。不是，你的你里。为受知人动母与了母，本人不好。来到现在辰光，只为得认错，本人不好。我是步步指望的那些姑娘两个的恩恩爱爱，把头得了。夫人啊！是谁知吧？与你不对懂得了，夜里动心家的心，
神，难道你太疯人了？边浪向个许仙眼里还分定息，自家晓得自家错错，还讲些苦头吃足。来看呢，身浪向狼狈不堪，肚皮这个大，这个人是个错吧？娘子，妻不是非不是，都是被人不是。为望娘子看在夫妻恩爱的份上，原谅了被人吧。官神，既知夫妻恩爱，又何撇下奴奴，独自出家去了？这是冤枉被人了啊！冤枉来着！哎呀，老金山浪向我看得清清爽爽，那半了法海的高松里向，哪叫冤枉来了？真是冤枉官！我答应你随便拿扶上金山，我是不去的呀，哪会得去？与手腕里出的呀，娘子啊！是。我是决心把牛上山坡，我恨憎法海养生这老秃噜。他爱是怪己心很多，串通官府来威逼我。对头里他几次想要被人决意不娶，哪知他串通了真江府，派来两股差役把我逼上金山。娘子，我一家户口难熬呀！记住孤身被逼上水，设想无别，就应该早些回来，又后在满水之中被那拖累为师，越发冤枉了。哦。我是急急忙忙烧香边，急着急，娘子为我呀挂胸哦。我是为民之人，操到山后去。娘子啊，哎，我是偏逢法海起风波。他是娘子，是娘子什么啦？法海是的呀，讲啊，乃是养母女。法海是的，他是的，我顷刻之间呀见你喽，是娘子乃是妖精，要把别人吞入腹中，我岂不要吓得魂飞
拍谁呀？不比个乡亲听是半日这样，好哦！对李毛毛眼光上，眼光多，眼光么哪家？带错那啥，俺帮他那不跟我们讲，好哦！是谁？我俺把你好头，要灵动力杀出来。亲戚，我去问你，娘娘帮你吞着狗，几次了吗？其实有主要问题的哇，在今朝没好了的，我刚才已经为装子的这儿子了。亲戚呀，我被这个给托驴下好多了呀！你怎么不出个呢？好肚子呢？讲下去。我当然来听你讲的辰光，真正我认为以后马玲玲难非好你。他将我到是空门，他想为急娘子啊，我们一日中计一太后都，我马不喝，稍微糊涂子一点点。我的自家是不对称了，糊涂还不多啊，只不过一点点了。娘子啊，我想过去的事情，你须追究。我求娘子开恩宽恕我。娘子啊，你就少失了被人吧。不必乡亲带里毛毛难道说的口轻飘飘，娘说呢是俺味道。两名家兄抽脱了哪个水的娘说呢？他上来着。许仙，是。你当说的水是平白容易，我去问你，娘娘对你口喊。娘子对我情深似海，恩重如山，再好也莫有。我小亲对你口喊，亲戚对我十分义气，一片忠心，一日好的。好的，谁知我去问你，你对娘娘小亲口喊我？哪说法呢？刚不喝么，我想说不到心有没喝；刚喝么，弄到这个强调了还是我们。啊！为何？什么的？对李妈妈，我也为何了？两点名家兄抽他了哪个水的？上来我也为何了？今日孩子又狠心上撇下我姊妹两人，真是出家去了。都是上给托路的当呀！你总归不错个呢？上百人家都当口轻飘飘，你今朝几日做啊？几次三番不是就我做手，怎么来着是？今朝娘娘有种闲话当你说不得，我先听才好讲。才这刚口进我头皮下就掰开来着，实在挨不住。许仙呀许仙，你这个负心还不仁啦，分明用心不足，有始无终，真是今世不许意。恨许仙太不良，你的心上很多生在啦，把那海市山门撇不大。娘娘为了你托付终身，他非否？娘娘对你真正再好都明白，至少要拿口心挖出来不难夸子。他为了你起家配放到京城，他为了你送我去崇祯八后大，他为了你后门来居士，家妻得真将
不人啦。你今朝第一组啊，几次三番在，是我这是两忘记他，去夹人些我那个空帽子塞在扶住来捉野瓜子，我那个空。4月14神西面，你没来领头也做娘。可是啊，亲戚，我一时手昏，上马三大子的当呀。你总归不错的呢，上不人高多大，万一来，你不该母两娘娘去对发黑，该心小发骗娘娘。我问你，是死的因为你口语体亮。难道你竟是3岁的孩童，一再上人家的大魔？上当么是上当娃子了，反正在差不多里了海个子，中国错了海。亲戚呀，你在啥事我吧？耶稣呢？啥个味道？娘娘待你是我娘娘，还是3成10？你的娘娘是我狠徐东6月上，对不住来的娘娘毛毛娘娘啊，搿种母娘心人非要其他的都捂着夸的嘴巴，娘娘啊，佩服也佩斗心海，假如虚假那不义啦。否则孩子难容忍，等死下亲怒目枪，下亲越骂越吼，越骂越吼。许谁呀许谁，顾家你今生一命风杀，越骂越吼，我突然了一样东西。许是要好了，要拼命这个，要紧家母的浪干高些个打一打嘛！哎呀，娘子救命！娘子救命！娘娘也不舍得个了，对着三天毛毛，孩子哟，好好理解呀。别想娘，你可怜呀，头浪向么后么打打嘴嘴，眼里什么塌塌的，今朝是里周上哟，不点面子里哦。哼！亲戚。许是以再也不该让进水了啊！我里头为要想起了，倘若不行，我们可以对天立日的。什么人？你的人要发罪啥？你发过罪官，母子娘娘死上金山也葬身鱼骨，你也死脱过。你爱死他，你不死他，你生出了我呢？好不？3番2次，海誓山盟都是虚假，谁来信你？亲戚。许是与这个3心2意，犯人不义，天命亲戚，要杀就杀，要挂谁挂？哈！今日你开在娘娘的份上，来了革命。我是把革命啊设置出来的。是。我去问你，宋金王爷的理怎样啊？宋金玉嘛，要多心多意，也多心多意。那么那哈样子么叫多人多义呢？多人多义嘛？怎样？谁是多人多义？那总要有别日个嘞。稍微要别日了。当然。哎呀，讲青儿啊，你别去比啥例子呀？娘娘，你别想，那样谁是身上疼我啊？现在你妈太凶子呀！晨晨，早上10竿海呗，风里10竿海吃。今天么我打你2高头，走不得理。那是我还没办法个在。讲。亲戚呀，多人多义嘛，多人多义。快点讲。娘子啊，啊，你是我的小苹果啊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算多。呀，
演出到此结束。